Hello，陳雷你好。你好，嗱，今日見到你咧喺一眾嘅尋色當中係好鮮明嘅，呢一身嘅造型同我哋介紹下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今日揀選咗 Ferragamo 嘅呢一條全珠片嘅裙，咁我覺得最中意就佢成個 cutting 啦，同埋佢全珠片得嚟咧，其實因為佢嘅 cutting 同埋呢一條係 Ferragamo 嘅紅色，就令到成條裙多啲點綴，就型格翻少少。係即係黃中襯紅啦。咁另外問埋你啦，今日自己有份提名咧，覺得信心大唔大？同埋如果攞獎嘅話，會多謝邊個？我就對呢套電影嘅信心大，係啦。咁我嘅信心都係嚟自成個團隊咯。咁如果攞獎，其實係真係要多謝呢套電影啦，以及係揾我去唱呢隻歌嘅監製、導演、成個團隊。咁所以希望能夠為佢哋爭取到一個好嘅成績，同埋有一個好嘅演出咯。